有人講二胡好悲涼，響以前黑白片嘅時代，一到苦情戲嘅時候，就有二胡嘅江河水背景音樂出現，催人淚下。可以話二胡係最貼近民間嘅樂器。其實二胡嘅聲音非常優美，歡快起嚟悠然自得，悲壯起嚟如泣如訴。而家就等我哋一齊嚟探索一下二胡啦。二胡已經有1000多年嘅歷史。二胡嘅鼻祖係溪琴，係用竹片摩擦而發聲。到宋朝先至有馬尾工嘅胡琴出現。二胡喺明代興起，隨着戲曲同曲藝嘅興起而發展，演奏形式亦越嚟越豐富。喺明嘉靖元年嘅《倫同秋言圖》裏邊，就可以睇到龍首、捲頸、二演、馬尾工嘅二胡。二胡有2條弦，而順5度定弦，響胡琴之中發展出唔同形狀嘅弓弦樂器，由高胡、中胡、京胡、板胡、二弦等等。製造二胡嘅木材多數用紅木、小葉紫檀、烏木。傳統嘅胡琴剝以蛇皮。近年香港中樂團研發咗環保胡琴，用一種環保嘅物料代替咗蛇皮。二胡琴身嘅構造包括琴桿、琴筒、琴托、皮膜、音窗。琴弦嘅系統包括琴弦、弦準、千斤、琴馬、音墊。琴弓嘅構造包括弓羽、弓桿、弓毛。琴筒嘅形狀包括圓形、六角形、八角形、前方後圓等等。右手嘅弓法技巧有連弓、拋弓、頓弓、跳弓。左手嘅技法有滑音、泛音、打音。撥弦。20世紀初，民間音樂家周兆梅先生將二胡嘅演奏技巧由1個把位提升到3個把位。到咗20年代，著名嘅民族音樂家劉天華先生將二胡帶入咗北京大學嘅課堂，佢創造咗二胡練習曲同10首二胡獨奏曲，同時創造咗更高把位嘅演奏技巧。佢吸收咗西洋弦樂器嘅演奏手法，令到二胡嘅性能得到咗充分嘅發揮。同時期嘅民間音樂家華嚴君，即係盲人阿炳，佢創造嘅以泉映月、借景抒情，將超然嘅意境體現得淋漓盡致。到咗50年代，二胡嘅發展更加蓬勃，湧現咗張瑞、張兆、黃月等為代表嘅一批二胡教育家、演奏家。喺1963年嘅上海之春二胡比賽，就湧現咗包括閔維芬、黃國同、湯良德等一批年輕嘅演奏家。
大量優秀嘅二胡作品喺全國流行。具有代表性嘅著名作曲家劉文金創造咗現代二胡作品《漁筆敘事曲》、《三門峽長上曲》、《長城隨想曲》等，為二胡技巧發展建立咗里程碑，將二胡嘅性能創意發揮，令二胡煥發咗新嘅生機同異彩。劉文金先生用咗3年嘅時間創造完成《如來夢》二胡套曲，共8首無伴奏二胡曲，一時成為二胡曲目中嘅經典。現代嘅二胡仲可以同爵士樂等流行音樂融合，豐富咗傳統二胡嘅演奏形式，使二胡嘅發展開拓咗更大嘅空間同平台。我相信越嚟越多人會鍾意二胡呢種充滿情感嘅樂器。記得喺包青天嘅劇集裏面，開封府門口有一個豎起嘅大鼓，係俾人哋擊鼓鳴冤嘅。呢一個鼓應該好多人都會記得。端午節爬龍舟、過年舞龍舞獅舞麒麟、佛寺裏面嘅法鼓，呢啲都係我哋平日常見到嘅鼓。而鼓喺遠古時代就被尊稱為通天嘅神器，主要係用喺祭祀、狩獵同埋征戰等等嘅活動。由周朝開始，鼓就已經係樂器嘅一種。周代開始，佢哋用材質嚟分類樂器，而鼓亦係其中之一。鼓嘅出現比較早，以甘肅省天水秦安大地灣遺址出土嘅銅鼓為例，大約有5000年以上嘅歷史。喺古代，鼓唔單止係用嚟祭祀樂舞，佢仲會用喺打擊敵人、驅除猛獸。好早就已經成為被華夏祖先用嚟為軍隊助威。中國鼓嘅種類好多，再加上外來同少數民族嘅影響，組成有豐富嘅中國鼓文化。其中比較有特色嘅，包括有潮州大鼓、花盤鼓、戰鼓、小唐鼓、唐鼓、花鼓、蘭州太平鼓、班鼓、腰鼓同埋圓鼓等等。講到鼓，唔可以唔講山西。山西係中國嘅鑼鼓之鄉，山西贛州鼓樂歷史悠久，亦被稱為鼓樂之鄉。根據史籍記載，可以追溯至到初唐，約莫喺1500年前。當時仲未做皇帝嘅李世民，亦稱為秦王。當年率兵由長安經過龍門渡過黃河，喺成功討伐劉武周之後，喺贛州嘅柏壁秦皇堡駐兵。而新贛縣至今亦都遺傳住李世民駐兵喺柏壁時候用嘅擂鼓台。贛州鼓樂就係起源於喺呢個時期啦。贛州鼓樂入邊有一首好出名嘅樂曲，叫做《秦王點兵》，就係改編自當時為咗慶祝秦王勝利而創作嘅鼓樂《秦王破陣樂》，其中有模仿車輪聲、馬蹄聲、人喊馬叫聲，具有聲傳千里、地動山搖嘅雄偉氣勢。李世民登位之後，就將樂曲帶入宮中，依然要自己喺滅除時候嘅功績。贛州鼓樂係第一批被列入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嘅項目。香港嘅學生好識貨㗎，呢10幾年香港已經有近1000名嘅學生，每年暑假都親身上到去山西贛州學藝，承傳住贛州鼓樂嘅藝術。鼓樂一直係當地民間春節社火嘅主要項目，亦都係祭祀、
慶典、婚嫁同埋廟會入邊嘅主角。廣州鼓嘅花敲鼓技巧更加係一絕，演奏者充分利用咗鼓嘅各個部位以及鼓棍、鼓架嘅最佳聲音進行演奏。佢哋所使用嘅樂器係多面形制不同嘅鼓，而家有10幾種嘅敲奏技法，構成咗廣州鼓樂獨特嘅地方色彩。呢一種嘅地方色彩同埋佢哋獨特嘅藝術風格係緊密相連嘅。廣州鼓樂最出名嘅作品包括秦皇點兵、滾核桃、牛鬥虎、老鼠娶親等300幾首嘅曲牌，其中有部分已經成為公開比賽入邊嘅指定曲目，所以鼓手都會先學為快。打入邊嘅代表性樂器，佢哋分別係嗩吶、古箏、二胡同埋鼓。大家有冇發現佢哋都有個共通點，就係佢哋都好有自己嘅個性。但係隨住時代嘅變遷，中國樂器無論喺形態、結構同埋演奏方法上邊都有住明顯嘅變化。而中國文化令到呢啲樂器更富有生命力。所以我哋喺認識中國樂器嘅同時，更加需要了解佢哋嘅文化背景。有人話中國樂器具有生命力，意思係指演奏家賦予樂器一種生命感，有咗生命感先至會有情感嘅抒發。中樂演奏家喺傳承樂器演奏上邊都會有明確嘅文化理念，佢哋會以中國文化嘅內涵、傳統民樂嘅審美取向同埋音樂表現手法作為依歸。現代年輕一輩嘅中樂演奏家好多時都會嘗試用傳統樂器去開拓新嘅意境，喺傳統同埋流行音樂兩個唔同嘅藝術領域中間遊走，令中樂嘅演繹加速演變。中樂嘅革新同埋發展嘅道路係需要多元文化嘅藝術色彩。其實民族樂器喺1918年就已經有樂器改革嘅呼聲，當時已經有人提出中國樂器從各方面嚟講都係缺乏準則，譬如話冇標準樂器、音高、音階、樂曲等等。所以即使中國樂器有住悠久嘅歷史同埋好多優點，但係佢嘅改革係有迫切嘅需要嘅。喺上世紀嘅20年代，劉天華先生就係根據標準化嘅原則嚟從事樂器改革。佢將二胡嘅定弦規律化，同時又增加咗琵琶嘅相同品。到咗30年代初期，鄭錦文同佢嘅大同學會就喺上海改革咗一大批傳統樂器。咁究竟中樂係點樣改革嘅呢？當時好多專家都提出咗各種嘅意見，大致包括要保持樂器嘅形狀、音色同埋佢嘅演奏方法，研發高、中、低音樂器用嚟豐富樂隊嘅音色，當然要提供樂器嘅製作質量。講完就要做，所以自50年代開始，中國樂器嘅改革就陸續展開啦。例如拉弦樂，除咗高胡、二胡、中胡之外，亦都參考咗西方管弦樂聲部嘅和聲組合，研發咗革胡同埋低音革胡。
吹管樂器嘅嗩吶亦都研發出高音嗩吶、中音嗩吶同埋低音嗩吶，而笙同管同樣研發出高、中、低音。而家中樂嘅音色真係好豐富，好聽咗好多。有咗好嘅樂器同埋好嘅演奏家，作曲家一啲都冇怠慢。經歷咗60年嘅發展，產生咗好多雅俗共賞嘅優秀中樂作品。當然，每一首作品都會有人讚，有人彈，但係我哋要接納文化審美嘅差異性。唔同層面嘅受眾自然會有唔同嘅審美需求，咁樣先可以帶嚟多元嘅文化內涵，令到中國民族音樂更加持久、更加健康咁樣發展落去。中樂嘅創作同表演都應該追求中國音樂嘅韻味，重拾中國民族音樂嘅文化自信，係我哋呢一代音樂人嘅共同目標。